遐出门啊？好啊，做阵啊。毋过，迄个对卡通无嘛兴趣啊？唔会啦，反正迄让你听下看啦。无爱啦，毋又无兴趣。唔会啦。Always like it. 计遐出嘞？嘿，做阵呢，感觉真好看。爱手弟。 Listen, man, who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 娘诶，人哋嘅看天样啦，哦， You look terrible. 乜嘅無情義向下看啊？ The rest well in the 好啦好啦， big shot's gonna give you what 你下張打本兒啦。唉， 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哎， You know, 等他去会看天样嘞， all you need 佢竟用树皮的，真紧动草呢。 is same courage. Just 哎呀 literally 20 seconds. 叫佢手机的画面抽抽， Bravery. 处理顺通哦，我吃到懂场面。 Something great come of it. 你老去讲一下啦。唔会啦，你上到懂红咧。上到同学样样诶，还迄位输规矩啊。唔会啦，我会点啊。我要我强啊！啊，那么啊，你讲肯定输呀，输的给人啊，就会去老去讲哦。来，剪刀石头布。三针六样。好啦，总得打拍来哦。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哎呀嘞，一个。先生，做得帮你个手机的输起来嘛，天样要开始诶。那个手机的画面抽抽， The common lot. 要影响到眼呢。 There are no monuments dedicated to me, and my name will soon be. 啊，歹勢啊！人哋下手輸起來，你還冇注意到？ Love another with all my heart. 歹势啦，唔用手機啊，會影響到大家看天樣啦。免麻煩啊，留手機嘅切到無傷，也係正統哦。按住說啦，好，人嚴事咯，攞上影切嘅，你長久冇來天陽院看天陽咧啊，都唔記得咧。哦，嘉嘉先生，嘉看到的故事真经动天呢，很甜呐！看天样嘉下是用于手机的画面，撮也系手机的景象，真经会看到会死。真嘅，係講啊，幾十年後看起來要唱魯曼嗬，哎呦你做唔掂用白老幾講啊？會本吉他麼？係啊哦，故說你下來看一下嘉學到哪條詞飛了。假使你看到你鋪天陽，人講去天陽嘅時節，看到手機講，以唱無興趣。哦，冇興趣。哎，來講一擺哦，那個興是閉口音哦，再一次冇興趣。冇興趣。那翻成華語呢，就是沒興趣。看到那個英雄電影，比如講，喺假使唱愛唔好看英雄類型的天陽。那看到基本漫威電影一出來，是可能問愛講，愛聽下來去看冇，愛佢老伊講冇興趣。故說來對呢個劇情基本應用白形講咧，唔過唔對卡通唔係冇興趣係。係，唔過唔對卡通咩冇興趣係。哎，
不过你对卡通不是没兴趣吗？怎么会现在想要看卡通片呢？嘿啊，都奇怪用不按的吼。所以咧，家己安尼剧情地位吼，去到天养烟的世界，顺风嘅营养版，数奇的进操，数奇的进向，来教大家手机客家话怎么说？数奇的，数奇的，哎，数奇的。数奇的，我们看一下，就会讲，甲数奇的进向运用版是嘿，冬草，冬草，再一摆哦，冬草。冬草，哎，冇错，佢禁用数奇的真见冬草呢。佢用数奇的真见冬草呢。千万唔好做呢种嘢嘿哦，啊到天阳也含禁用数奇的，就算呢还要看扩音，哎呦，啊这个上没哎，算起啦哈。所以唔得按呢哈。假是数奇的，哇，一直用的时候，隔壁的或是丑的 help 你会自动用版型懂场面，冬场面，再一摆哦，懂场面。冬场面，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特别注意就会讲两个念，也还有一个鼻音的舌根音，念面，啊，懂场面。冬场面，像喺那剧情底部呢，他一直用手机，那个画面呢一直亮亮的，抽到顺风会自动用版型呢，画面戳戳，爱抽的顺风，吃到懂场面。发面戳戳，爱抽到顺风，吃到冬场面。这个句子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嘿有上次真因为读到了重点画面戳戳，戳啊抽的加顺风，真正知道懂场面。冬场面，所以呢，碰到这种人，读到了重点的时间，我老伊讲嘛个，拜托，人家数据用版是数起来再一次数起来。数起来，不过我们要用很有礼貌的方式跟人家讲，要懂有礼貌，礼貌就拜托佢，做得请老书记的数起来嘛。做得请你老书记的数起来嘛。可以麻烦你把手机收起来收起来吗？哎，假使佢嘅数据镜像，嘿你会希望加数据用版型？哎呀，夹夹无上好无啊？哎，我们说静音模式就是模上，无上模上，无上，拜托他转到静音的模式。错也讲了，有上司的啲开会家哈，开会的时候会希望嘅模式不一定是转到静音，有时候会转到什么震通，震通震通。震通，就是震动的模式。假设两个顺风，如果刚好是认识的人，你就做对老伊讲，讲嘛该呢？麻烦老书记的切到模上也是震通。麻烦你老书记的切到无上，也是震通。麻烦你把手机转成静音或是震震动，动拜托，拜托你啦但最好还是静音啊，模嘿上呀震动有上没懂吵呢会哈动场哈，所以有上是个声音动态的世界，嘿声音很大的时候会希望它怎么样？切贴，切贴，不是这个切八段哦，它也是把它切断声音，切贴。切贴，所以呢，就做的搞太假，就会讲呢，把声音关掉，佢会讲，爱念是老声音切贴，爱念是老上音切贴。这边有一个词汇就是念是，就是马上的意思，所以在这剧情当中呢，给念是句老嗓音切贴机，嘿就不会被旁边的人说，有没按？嘿呀，按冇礼貌啊，按冇礼貌哈。看在天样哈，除了教下亲等人闹、等人为嘅事情以外，唔过老顺风嘅朋友向下来讨论天样嘅内容，真嘅吃到懂翻译哈。嘿呀，咩係懂歡喜嘅事情呢？像人平常時會討論，哦，讓男主角懂演到啊。女主角懂家，講了天樣懂，那拖延懂為拖延了天錯，樣。要劇情懂好。係冇錯，到底係有哪一條嘅內容，本嚟向下來看下去咯。
Go。